虫虫爱屁公，太太爱义工，你们猜猜看，他是谁呢？红姑很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照相球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发好嘞！小姑诶，你做乜嘅啊？我在画我的同学大象弟弟。来，阿爸看一下吼。哇啊！小姑诶，唔好嘅睇上嘅露台，模组很强哦，义工很太哟。错噶，他的耳朵像扇子一样大哦。等一下哦。样嘅呢，小姑诶。他的耳朵像扇子一样大，小姑诶，样嘅啊，唔係咩？發燒嘅呢？阿爸，我摸不到義工，我是不是沒有義工啊？哎呦，昂小姑誒，唔要義工啊！阿爸老唔講嗬。冇啊，摸不到啊！哎呦，阿爸，給德威，你的頭借我摸一下啊！哦，好啦，糟了，阿爸，我們都沒有耳朵，給德威，我們去看醫生啊！哎呦，昂小姑誒，阿爸老唔講啦。爸爸，我們快去看醫生啦！哎呦，好啦，不醫生看就不醫生看，來，阿爸帶你去哈。昂細姑，咋昂細姑？左邊摸義工，右邊摸義工，兩邊摸義工。義工！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是不是去見了嘞？愛毛木族，屁股，在，給成你，叫我天數啊！最勇敢嘅給成你，一定會完成這個任務。給成你，我想我有在。冇問題。伢真來嘞！給成你，我想我有屁股。冇問題。伢屁股來嘞！給成你，我想我有木族。冇問題。伢木族來嘞！給成你，安子誰啊？唔是下去啦。阿爸，快！圖竹還有劍大家都有義工，就是我沒有。哎呦，小姑誒，唔要義工啦，這伢嘅義工開始，等一下吼，問醫生阿叔就啲嘢啊。小姑誒，唔要咩呢？醫生阿叔，你快幫我看一看，那個義工不見了。義工唔見的。好，我老人檢查一下。鴉片躺喺度冇？躺喺度。好，躺喺度。嘅鴉片躺喺度冇？躺喺度。好，躺喺度。哈哈，小姑誒，躺喺度就表示有義工。小姑誒，以後安心咩嗬？唔過，我都摸不到我的義工啊！哈哈哈，小姑誒，唔是嘅，來看下嘅，唔看，
也就是鸡个头呐，也是母猪，也是仔，义工猪头呀，也细细的就是义工，韩国啊，接着就会把毛代替。哦，义工东西，我摸摸看。水姑诶，有没有都冇啊？哦，有呢，我好像摸到嘞。哈哈哈，有哦。有，摸到了。哎，给呀哈，做得安心的吼。给，人哋做得真不开吼。安子谢医生阿叔，安子谢你的专业啊。哦，两位顺行哦，拜拜。唔错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狗诶、猪诶、兔诶都有屁股？为什么？我好像没有屁股。医生阿叔，我怎么没有屁股？哈哈，谁个人冇见？屁股那样个？冇屁股。哎，还去问这位啊？有屁到嘛？冇屁股。再讲还去问这位？有屁到嘛？好臭哦！怎么这么臭啊？哈哈，出头夫当然出啊！哈哈，冇问题。有屁到就表示有屁功。可是我怎么也摸不到屁股。哈哈，这个诶，你详细看哦。鸡个嘴蛋糕有两只细孔，唔看呀，就是鸡个屁股，因为佢动细，怪唔定看唔到。哦，原来我也是有屁股的，吓死我了！哇，嘿嘿，医生，排泄哦。哈哈，唔是客氣，生意嚟做一樣，冇門又會點啊？嘿嘿，醫生，安子說哦，水姑誒，給人哋做得真不開吼。醫生阿叔，拜拜。水姑誒，再見，有問題歡迎隨時再來簽嗌哦。拜拜。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了嘞。愛毛木族。屁股在给请你交来天数啊！最勇敢的给成你，一天不完成两个任务。给请你，俺小孩有在。冇問題。你真了嘞！给请你，俺小孩有屁股。冇問題。你屁股來嘞！给请你，俺小孩有木足。冇問題。你木足來嘞！俺嘅木足，啊，我跳到海裡呢。水姑誒，你哋做乜嘅啊？畫完大象弟弟，我想畫自己呀。嘅阿爸落片吧呵。好啊。那個義工屁股跟大象弟弟很不同，不過，阿爸，你來看，大象弟弟的嘴邊這是什麼啊？這是牙齒啊。牙齒，佢做乜跟俺冇牙齒啊？水姑誒，阿爸老唔講哦。阿爸，我不管，為什麼我沒有牙齒？我要去
请医生阿叔哦。走啦走啦，好啦，走啦。给同爱讲，这个阿姊唔好，俺讲这，这个阿姊谈讲唱歌诶，当好谈哦。你做对创意书，本爱谈么啊？可以啊，今日带了一首俺去甲写的歌哦，几好听哦。那首歌呢，歌的名是唱一条歌的。眼珠看莫到莫来的好戏，汤调的酒酒酒吃菜又吃油，爱嘛我想起甲可以来的戏，唱一条歌的本唔能读家汤。哇，这个阿姊唱歌诶，很好听哦。哎呦，安子生呢？这个阿姊，我知道你上到汉江哦。真是的哦，俺来讲俺会发生呢。俺讲这，俺个兄弟啊，上到嘛个勇士呢。哎呀，歹势啦！莫惊哦，讲俺嘿世界好亲奖的给马呢。啊，真是的哦，可以将哎用俺的书名可那么。好啊。哦，啊，也是你的头脑吼圆圆呢。也是木竹，两类木竹。我也是你的嘴哦。啊，俺讲这，你真是好喺世界上哦最强的给买呢。歹势啦，大家就按你讲。错的哈，这个阿姊，我做得用书名么啊？当然可以啊。有啊，也是这个阿姊的木竹，皮讲，再还有你讲。哇，这个阿姊没想到汉江哦！真是的哦，你看来讲，那今明日该欢喜呢。这个阿姊，我今明日整件东本戏平爱了，要唱歌的本爱堂。我想问，我做的。讲啊，没关系啦。我做的，剪一下颜面嘛。好啊，好。叫我来啊！我喺煮入面咯。紅菇，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照相叫。哇哈哈，can you any 再飛啦？紅菇。